台中新光318会江以中道发生严重的爆炸意外，尚无4个人死亡，26个人受伤。消防局初步认定是12楼的中红施工造成的。美国又有飞机载落是一只美国海军的敌军作战机，摔落伫咧加州近海，2个飞行员成功逃生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世界，我是苏眉，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。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台中的新光318会，今日中昼是发生真严重的爆炸意外，尚无受4个人死亡，26个人受伤。这消防局初步认定是12楼中红施工造成的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，这赶紧救灾了后，就会启动调查。也那是新光318的总经理毛告诉过现场，强调一定的负责任。民众开车经过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新光318会大楼前，8会12楼汹汹爆炸。爱尔兰跟爆炸声了后，火焰真大，真侪砖仔架位12楼落落来，现场那亲像去互崩过共款，还有人倒伫涂骹等待救援。当时当地世界民众讲到代志发生迄当时，也是心惊惊。很大声的震动，我们那时候第一时间以为是地震。然后后来发现说不是地震，因为有碎片从那个电梯的那个上方全部都掉下来，很大的爆炸，我就趴在地上。哎呀，我公司在旁边啊，一爆我就趴在地上，全部都是烟。台中新光3月13中昼11点半发生严重起爆意外，消防局局部派遣大阵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佮启动大量消防机制。到下晡4点，疏散差不多230外民众，现场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，其中2个人是8会员工，另外有20外人轻重伤。台中市消防局表示，爆炸位置初步判定伫12楼。据了解，它是瓦斯气爆。那了解的情况是说，今天早上在12层楼的地方有在做施工的动作。那是不是因为施工导致气爆？这个部分我们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调查了以后才会做一个厘清。据了解，那个楼层好像是美食楼层哈。那这也是，但这不是最后 final， 因为国家或者政府正式的调查，它有一定的程序，但是检察官已经到现场了哈。消防局表示，当时12楼美食街正在进行装潢，不过是不是爆炸原因要去调查，因为爆炸威力真强，致使楼地板规个有崩塌的情形。市政府赶紧请土木技师加建筑师会勘，初步了解损害拢是外壁甲架间，建筑无入去的危险。意外发生了后，新光318的高层嘛赶到现场。我们自己的同仁也有受到伤害，所以我想让我们接下来先去处理，那后续我们一定会跟各位来做报告。新光318总经理表示，公司会配合相关单位的调查，并负起该负的责任。市政府表示，在查清楚爆炸原因了后，会追究相关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中新光318这场爆炸，怀疑是12楼的美食街咧拆装潢施工造成的。消防局是出动58台消防车甲救护车，加上145个消防员、搜救犬，也有无人机加入救灾。现场是疏散235个人。不过，在死伤的民众当中，是有一家口澳门籍7个人，当中都有2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。2岁祖囡仔也咧插管急救，陆委会已经通报澳门的政府。消防人员进入灾情上严重的12楼顶开搜救，现场如苍苍要行到困难。台中新光318月13发生严重起爆，12楼的美食街好亲像装潢拆除施工致使起爆，规层楼煞变作废墟。搜救犬伫废墟堆内用片的敲锤，看是毋是也有人伫内底。楼骹的11楼灾情较轻，不过天棚规个落落来，警铃声大响。空翕机有翕到新光318的外壁，崩一个破正侪空，砖仔壁散伫各地，灾情严重。台中市消防局紧急出动58台车、145人、2只搜救犬，各加无人机投入搜救，拢总疏散差不多235人。我们在11点33分受理报案，然后我们在11点37分，专责救护队就已经到达现场检伤，所以展开了这个整个救援的一个工作。所以
并没有延误。搜救也搁咧进行，不过爆炸意外甚至波及伫路的民众，包含来台湾佚佗澳门籍祖孙啊4代人，一家伙7个人经过新光3月的人行道，要去隔壁的大湾壁，煞去后气爆落来物件击到，致使2个死亡，4个受伤，2回查某囡仔插管转移治疗。严重的头部外伤跟那个肺部有挫伤，那因为只有2岁，那多重的这个外伤，那跟家属征询之后呢，我们就目前转院在中国医药学院在那边做紧急的处理。本会的港澳处已经派人到台中去了关心和了解。那如果有任何需要，会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。那也会透过台澳联系管道通报澳门政府。总统赖清德关心气爆救灾的面册答文，表示行政院长杜英台已经指示相速调度救援人力，卫福部嘛协调医疗资源，提供上正上好的救护。杜英台讲救灾第一优先，嘛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。蒋安市长已经在第一时间来联络卢秀燕市长，表达如果有任何的需要，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一定全力的来支援台中。台北市、新北市甲桃园市顶首长嘛表明准备好器材、人力的需求，全力协助台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消防局初步认定是12楼的美食区咧拆装潢引起爆炸。不过，在台中市的都发局则是表示，因无收到施工的申请，所以讲上当要甲因罚30万。不过，这新中天然气今日是发声明表示，讲无做天然气管线的工程，而且车站都已经甲驾驶表拆掉管线拆起来，所以讲初步是排除甲天然气有关系。讲一声这大声，民众哪个有心情踅街？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13中岛发生气爆的意外，连来看电影的人客拢受到影响。不要走电梯，我们走手扶梯下去。逃生梯。对，逃生梯。那道先过哪甲嘴和鼻啊往内，路拢看不清楚。我中岛食饭时间人真多，气爆点就是伫12楼的美食区。有没有施工或者是起火点，它的原因、爆炸的原因是什么？那么都是有待呢我们单位呢，包括市府以及呢检调单位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后，会给大家做正式的报告。根据消防署的回报，迄当中11楼的商场和12楼的美食街，当在做装潢施工，受影响的是9楼到12楼，以12楼上严重，搁对顶关去13、14楼是餐厅和电影院。专家研判讲，爱先甲驾驶的讲错查清楚，才会当厘清责任应该谁来负。餐厅或是这种所谓的公共设施里面，大部分的瓦斯管线基本上都是设置明管。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人为方面去把它切割而造成渗漏的时候，你就要去了解说，到底这个管线的这个调查是不是没有做明管，而且是被隐蔽变成是隐蔽管。我们依照规定做室内装潢申请的话，是要罚6到30万，但我会以最重的来裁罚。但是新中天然气公司表示讲，车站已经把贵位的驾驶表拆掉，嘛把天然气的公路拢封塌了，车厂嘛无做工程，技术人员的勘查并无驾驶楼下的反应，现场嘛无烧起来的形。台中地检署嘛组成专案小组，到事故的现场会同警察和消防单位搜证调查，保存证据，厘清事故的原因。地检署已经马上组成专案小组，然后会同法医以及火调小组，然后技师工会以及新中瓦斯等等的机关台中市都检署嘛到现场，目前会先对防爆防火的设备和施工流程甲木桩防爆的装置来调查，已经下令业者改装工程停工，后边若有违反这案法，会对业者相关罚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镜头换来看，台南安平工业区受一间工学工厂中岛大火烧，疏散242个员工，其中是有7个人伫咧逃生的时阵去互烟砸着伤，赶紧送病院。消防初步调查是这基台伤过烧才会着火。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入去工厂内底，消防派22台拍火车，23个人去拍火，因为乌烟一直为2楼闻出来，4楼的外口时嘛会当看到有烟。赶紧甲242个工厂的员工疏开，走出来了后，因也是真惊吓。其中7个员工伫咧走出来时阵，去互烟砸着伤，互插去救护车车顶输上烧。因为上烧无够，赶紧甲因送病院。拢总5个查甫，2个查某，计共7个人，加在意识拢真清楚，分别送去成大、永康基美病院治疗。台南安平工业区这间光学制造工厂。13瓦斗的时阵，传出发生火烧，消防员伫2楼发现哪像都是这台机台烧起来，历史烟顺风箱闻出来。
消防员随转水，15分钟火就随拍花。而且伫传出火灾的时阵，工厂内底消防设备甲排烟的装置嘛自动开开。燃烧的范围应该是在2楼这个疑似是烤箱过热发烟起火根据了解，发生火灾的光学制造工厂，现场是消防局列管的定类高度危险工作场所，属于内底有可能会导火的物件。不过库存量少，炭烧的范围小，速度嘛慢。若发生火烧，规模无大。每一年11月底进前，需要做消防安全设备的检修，甲申报比早一届。目前暂时还无报出财损。若详细导火原因，甲厂区敢有违规疏失，嘛由环保局、纳数公司甲劳检中心相关的单位做后续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内外又有甚物重要消息？咱做伙来看。头先来看这高雄的连环命案，警方宣布讲，因伫咧嫌犯处林插口的刀，是有被害人死掉的附近人 DNA， 研判就是嫌犯用来杀人分尸的。另外，伫咧前顶运河，今日早起是阁发现2块人体组织，目前即我找到的组织拢是姓赵林，也阁有姓张的被害人2个人呢。嫌犯的大嫂姓黄的负责人到即阵也找无。接落来看这台北的市议员陈义君涉嫌诈领助理费，检方侦讯7个被告了后，是当庭就甲陈义君，也阁有伊办公室的主任铐起来成押禁见。这法院下晡开庭是裁定办公室的主任羁押禁见，陈义君100万交保，限制驻机，禁止出境出海。上尾来看这春节过后，走北群聚的疫情就真严重，是有398例，其中有98%是去染到鹿肉病毒，是这5年来上介济。医生就提醒讲，这患者吐一届就1000万只病毒藏伫咧内底，是真到位，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。接落来，咱来看国际消息，美国是又阁有飞机载落，这回是伫咧西岸加州圣地亚哥的近海。有一架美国海军的电子作战机伫咧战场要降落的时阵，因为不明的原因摔落，好在在2个飞行员拢有成功逃生。画面上会当看到，包括美国海军海岸防卫队甲圣地亚哥港务局的船只，伫北岛基地的科罗纳多甲圣地亚哥市区中央的水面，敲找机身残骸情形。At about 10:15 today, Harbor Police received a report that there was an aircraft that had gone into the water. We responded, and we did find some good Samaritans, had recovered 2 pilots from the water. 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，台湾时间13透早，属有第135电子作战中队的 EA-18G 电子作战机，伫准备降落北岛航空站的时阵，落落圣地亚哥湾，2个机员成功跳伞逃生，无性命危险。为附近民众翕到画面，会当看出飞机是伫失去动力了后，挖进徛伫的角度落落水内，不过无爆炸。但是失事的原因也有待美国海军调查。I don't know all the details because the Navy is primary on that. I do know it could take a while because you have to pinpoint exactly, where the accident happened, and you've got tide and wind that can push debris, anywhere. So it could be a while. EA-18G 是波音公司以 F-18战机做基础研发的电子作战平台，主要任务是配合其他战机对敌军的防空雷达等设施进行电子干扰。EA-18G 除了电子作战击穿以外，也当炸空对空飞弹，有一定的空间自卫能力。美军拢总购买114台 EA-18G， 分属16个电子作战中队，也甲5个训练加测试单位，比方说住在全美国陆上基地有任务的时阵，会分派去航空母舰支援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战机。另外，澳洲空军原来有12台 EA-18G， 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外销国家。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。美国总统 Trump 12时间罗西亚总统普京通电话，双方是同意伫咧沙特阿拉伯见面，推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。这 Trump 冒事后，甲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对话。不过，因是认为讲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是无介现实，嘛无啥有可能会当甲所有的国土收倒转来。讲到这北约，嘛加上地理位置的关系，后面是表示任何甲乌克兰的命运有关系谈判，因拢要参加。We had a great call, and it lasted for a long time, over an hour this morning. I also had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 very good call after that. And I think we're on the way to getting peace.
川普12日和罗西亚总统普京是通1点半钟的电话，双方同意随来推动罗欧的和平会谈，两个人会先伫第三国会面，地点有可能是沙烏地阿拉伯。后壁川普嘛和泽伦斯基通话差不多1点钟，互看做是伊要用外交手段来结束这场战争的重要一步。不过，川普协商的选择，敢若是以罗西亚优先。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伫后面的乌克兰军事盟友会议顶悬，嘛直接讲乌克兰想要收复2014年罗西亚控制克里米亚进前的边界，实在小想。而且，川普政府嘛无认为讲乌克兰加入北约必须是和平方案的一部分。川普进一步肯定赫格塞斯的讲法，否认甲泽伦斯基排除。另外，各个口说讲人民可能无够支持伊。I don't think it's practical to. They've been saying that for a long time, that Ukraine cannot go into NATO, and I'm okay with. Are you freezing out President Zelensky of this process? No, I don't think so. As long as he's there, but at some point you're going to have elections too.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2日到乌克兰变作川普内阁的第一个人，伊和泽伦斯基会面，讨论美方提出的扩散的协议，都是用稀土来换美方军员的安全保障，希望在14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当来定案。美方是一系列来推动要结束战争的操作，但是却甲欧洲漏掉。欧盟执委会和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等等7国是发表联合声明讲，未来任何和乌克兰的命运有关系的谈判，欧盟是一定要参加，要让乌克兰在有利的位达成公平协议，提供安全保障，才当确保永久的和平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。美国总统 Trump 是一直话讲要甲禁令难买落来，这阵这丹麦人总算是出声反击，有人是讲要倾1兆美金，甲美国的加州买落来，目前已经超过20万人人数。丹麦人发起的请愿书，讲要甲美国的加州买落来，佮讲要甲加州改名号做新丹麦，迪士尼乐园改做安徒生乐园。这请愿书佮列出买加州的好处，硬这 Trump 过去弃嫌加州的态度。过去 Trump 就捌讲，这加州是规个美国当中上界后的州，甲加州的领导人嘛袂合。请愿书就讲，这 Trump 是有机会会用合理的计数甲加州卖掉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，我是苏美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